中華分園觀眾福德宮29周年，今年是請101柄魚來寫神，擺場超過1公里，做伙來看。布袋戲翁仔佇台頂動作真活現，101個戲牌排開排，真有氣勢。彰化縣分園鄉觀眾村福德宮慶祝成立29周年，舉辦酬神的公演，戲班攏提出真功夫、神並仙，要互土地公看甲真歡喜。要講一看，我別講。你啊，大家有吃，出做幾回，做幾回啊。在我們分鄉算現在也是興起的一個活動，那。我本人也參與了一棚的這個布袋戲啦。廟方甲現場請100柄布袋戲團，也閣有1柄歌戲團。這大個排場超過1公里，敢若行完就要1點鐘的時間。這樣地方宗教聖事對2022年開始舉辦，對上早66柄增加到今年的101柄。酬神的戲牌是當年愈來愈多。做這戲是因為要提倡咱傳統藝術一個文化活動，然後提倡咱要互咱大家熟悉咱分園鄉一個特色安尼啦。啊，今年個重金禮品邀請1柄迄個金光布袋戲，啊用迄個咱國樂來演奏安尼。廟方講福德正神一直保庇鄉里，也互民眾有這個虔誠的宗教信仰。除了用戲牌答謝神明，也準備3000個小寒燈甲5000份的平安餐發送，希望打造成最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